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12月9日。經文約書亞記15章20至63節。猶大支派按住宗族所得嘅產業，係南部靠近以東邊界嘅城邑同埋村莊，平原嘅城邑同埋佢嘅村莊，山地嘅城邑同埋佢嘅村莊，以及曠野嘅城邑同埋佢嘅村莊。猶大子孫冇能力趕出耶路撒冷居住嘅耶布斯人，所以佢哋同耶布斯人一同住喺耶路撒冷。昔日猶大嘅子孫冇能力趕出耶路撒冷嘅居民耶布斯人。同樣，有啲人嚟到教會唔係尋求基督信仰，而係渾渾噩噩留喺教會，尋求人嘅關懷同埋接納。因此，我哋基督徒無法引領佢哋洗心革面，認識福音同埋信靠耶穌，亦都冇能力趕出佢哋離開教會，往往讓佢哋留喺教會內虛耗教會嘅資源，甚至對一啲小型教會嚟講，更係阻礙教會嘅成長同埋增長。倘若有不信的人要離開，就由他離開吧。無論是弟兄是姊妹，遇着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。上帝召你們原是要你們和平。哥林多前書7章15節。你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軛，義和不義有什麼相關？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連？哥林多後書6章14節。